我食咗日本靈芝黃已經一段時間㗎啦，咁好明顯個人咧就係精神咗同埋病少咗，身體咧好似有個保護膜咁，就算我而家拍嘢捱夜或者四周圍打波都冇問題。以我咁嘅年紀保持到咁嘅狀態，我就好滿意啦。佢同一般靈芝產品唔同嘅，因為佢用嘅係天皇御用品種日本長野赤靈芝，以專利破壁技術提煉，吸收比普通靈芝高10倍嘅。蟲草方面，佢哋用嘅係100% DNA 認證西藏野生菌種，比一般 CS4 更加純正，對鼻敏同氣喘好有幫助㗎。我更加欣賞佢一點，就因為價錢方面好親民，但用嘅咧就係好高質素嘅日本原料。想補肝腎、強肺補氣、提升免疫力，我揀嘅就係天皇正健日本靈芝黃。我介紹咗俾好多朋友食，食完都話精神咗，身體好咗。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有狀態，快啲去萬寧買啦！